那如果玩中期的话呢，很简单，我的理念就这样子，每一次当它跌到红色线的时候可以操作每次跌到红色线操作。但是中期当来到中期的人，他就以长期投资为主。OK，长期投资为主的时候呢，可能到最后你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的话呢？当你投资进入一个后面的行情的时候呢，后面这边的行情的时候呢，可能它下跌的时候呢，你会讲，哎呦，我早知道。OK，然后这边上来的时候呢，它是玩弄你的情绪。OK，so 你做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呢，基本上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真的是要长期投资，我的建议是，我自己本身会做，不是我的建议我自己本身会做的时候，我会在monthly这边以月度为主，当它跌到红色线或紫色线的时候呢，那才是最好的机会。那如果它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，你能做 hold 着你的钱的，OK，hold 着你的钱，好过你去随便乱去投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万一你被抓到它在高位跌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一个受影响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，OK，我们自己本身的情绪受影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从中想要去在以后赚更好的，